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JPEX， 互人检举无登记执照违法经营，佮涉嫌诈骗达10亿。有台湾的受害者就去告代言人，也就是艺人陈零九。陈零九即阵可能会为证人的身份变做被告。若检方嘛去敲 JPEX 约谈4个高层，其中2个干部是奉性侵羁押。我想对陈零九说的吗？对问题无回应，在调查局陪伴之下进入地检署，这查甫人假日骗子风波，伊就是 JPEX 台湾首席合作人张东英。对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检方特别发动搜查，在台湾4个高层全部被带回约谈。经过核实了后，张东英甲公司师傅遭到性恶并件，涉劳业务5万块交保，剩余定制负责人无报请回。JPEX 公司合法提供交易平台，买卖真一种加密货币。即卖爆出无照经营，搁伫台港2地涉嫌违法招人投资，骗数10亿。艺人陈零九不作为代言人，也遭到传唤。2个礼拜前就去调查局，还有地检署去配合，用证人的身份去配合说明这整个事件。虽然陈零九目前无立被告，按过传出有被害者已经对伊提出告诉。检方表示，若是受案了后，就会将陈零九为证人转作被告身份。那目前09的工作跟演唱会都正常进行中。那我们也会持续配合检警的调查，那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水落石出。JPEX 牵涉违法骗钱，风暴愈加愈大。检方目前将专案调向违反银行法者的方向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